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大圍站上蓋柏豪莊7A 座嘅低層，佢一個一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22尺。我哋一入到門口有一個玄關位，右手邊係一個開放式廚房，呈 L 字形設計，設有一個雙頭電磁爐、微波焗爐同埋雪櫃。之後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可以望到少少山景，望向富家花園方向，而下方就係屋苑嘅內園範圍，亦都可以望到室外泳池。之後我哋再喺露台位置望返入去單位，最後去到主人房望一望。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所以採光度非常足夠。而浴室就採用咗趟門嘅設計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企缸，亦都配備咗浴室寶，同埋一個衣櫃、晾衫板以及係洗衣機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